D4 Culture AI 笑爆你之方向路盲。大丁係一個無方向感嘅路盲。媽媽今日叫大丁去市場買西瓜，佢搞咗半日先買到。媽媽見到佢買返嚟嘅西瓜，媽媽話：你點解買咗南瓜返嚟？唉，大丁話：我搞錯咗方向，個西搞錯咗南。邀請大家訂閱 D4 Culture 頻道，我哋除咗 AI 動畫笑話，仲有綜藝、短劇，另外多謝以下贊助商，下次再見。